大洋路係澳洲維多利亞州一條沿海公路，全長約243公里。佢最出名嘅係懸崖海岸、12門徒石呢啲自然奇景，係世界級嘅自駕遊天堂。12門徒石係大洋路嘅地標，由海水侵蝕形成嘅石灰岩柱，而家部分經已倒塌，剩低7座，見證緊海岸線嘅不斷變遷。London Bridge 原本係一個同海岸相連嘅雙拱形石灰岩巨石，因為海浪侵蝕，變成咗而家嘅斷橋奇景。The Grotto， 你可以親身行落去呢個岩穴，感受洞穴內嘅寧靜同外面海洋嘅力量。島嶼灣可以比喻為大洋路盡頭嘅寧靜版12門徒。形態各異嘅岩石散落喺大海灣之中，感覺更加宏大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